今日來到位於新界嘅新屋苑，業主選用比利時進口嘅人字拼地板，佢防水、耐磨、防滑、冇甲醛。安裝前，師傅會檢查地台、開箱分料，確認安裝方向之後，先至開麥線。呢個步驟係確保排列嘅位置準確，然之後逐片細心安裝。呢款磨掉 Leo 複合膠地板結合12層結構，除咗提升舒適度，仲有靜音優勢。表面嘅仿真木紋，另外觀望起來更加自然。Modulo 採用專利鎖扣系統，安裝工序望起來簡單，實際上每個步驟都唔容易。如果遇到電位、牆角或者門框，都需要細心定位、裁切、再拼接，先可以完美呈現。CPM 代理多個優質地板品牌，並提供專業嘅安裝服務。每個項目都承載住客戶的期望，並以最謹慎嘅態度完成每道工序，持續為客戶打造最好嘅居住空間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歡迎聯絡我哋。